大家好，我是 Lisa。我们今天要来聊聊申请社区大学的条件。娃娃 TV。社区大学呢，相较于一般的4年制大学呢，它的申请资格呢比较宽松，也比较简单。一般在申请4年制大学的时候呢，他们除了会让你提交申请表、银行存款证明、雅思、托福等语言成绩跟高中成绩之外，他们还会让你提供 SAT 或 AP 的成绩，还有像是自传啊，或者是推荐信等等的文件。另外，如果你想要申请到比较好一点的大学的话，那你高中成绩一定要很优秀，而且还需要提供一些证书啊、课外活动等资料作为辅助，这样才会比较容易申请上。而社区大学就不一样了，一般申请的学生呢，只需要提供申请表、银行存款证明、雅思、托福等语言成绩跟高中成绩单，基本上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考什么 SAT， 也不需要写什么自传，更不用找人来帮你写什么推荐信的。而社区大学对于高中成绩呢，也比一般4年制大学要求要低。一般来说呢，只要你能全部及格，能高中毕业，基本上就可以了。哦，对了，特别说一下，你寄出去的成绩单必须要是英文版的哦，因为外国人看不懂中文嘛。所以如果你要申请美国的学校呢，你首先应该要先请你们学校帮你开一份英文的成绩单，然后请他们帮你封起来。如果能用有学校名字的信封来装，那当然是最好了。那封起来之后呢，最好是可以在那个封口处盖一个学校的印章，这样大概就可以了。那如果学校不愿意帮你开的话呢，那你就需要拿着你的成绩单去翻译去公证，然后一样请他们帮你封起来，然后在封口处盖章，这样才能证明这是一封没有开过而且是有效的文件，而不是你自己伪造的文件。你知道，就有一些地方啊，有一些学生或有一些代办啊，他们会去伪造成绩单，所以最好是封起来盖章，这样子会比较好。好，那在这边呢，我再说一下语言成绩的问题好了。语言成绩呢，并不是一定要的。不过，如果你没有语言成绩，或者是你的语言成绩没有到录取标准的话呢，很多学校呢会先让你去读语言学校，而不是让你读他们大学的正式课程。有一些社区大学呢，他们有附属的语言学校，所以有时候你被录取，并不是真的被他们大学录取，而是被他们大学的附属语言学校录取。而你需要先在他们那边读语言学校，等你的语言成绩达到他们的录取标准之后呢，你才能去读他们的大学正式课程。而有一些社区大学呢，他们没有附属语言学校，所以一般他们都会拒绝没有语言成绩或者是语言成绩太差的国际学生。而这些学生呢，需要自己去找语言学校来读，等达到录取标准之后呢，再来申请入学。所以我建议有能力可以考到录取标准分数的同学们呢，申请之前呢，还是去考一下会比较好，比较不浪费时间。其实我之前就有拍影片说过了，我并不是很建议大家来这边读语言学校啦，因为第一它比较贵嘛，而且我觉得还没什么用。以我的经验来说啦，我读的那间语言学校呢，它并没有雅思或托福的课程，而我们每天只有3堂课，英文写作、英文文法跟英文绘画而已。你说这些课对托福考试有没有帮助？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帮助啦，多多少少有一点吧，只是帮助不大而已啦。我在语言学校读书的时候呢，我一共又考了3次托福，不及格了2次，最后一次呢，则是以刚刚好的成绩低空飞过而已。我本来在去读语言学校之前的托福成绩就跟这3次考试的成绩差不多而已，所以你说语言学校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吗？好啦，那如果你只是想要体验美国教学，来美国短暂游学几个月，没有想要拿什么学位的话，那语言学校 OK 啦。那如果你的目标是想要到美国来读书，想要拿一个美国的学历的话呢，那我建议你先在你们国家找一个雅思或托福的补习班，先去补一补，考一考再来会比较好，也比较省钱。那如果你不在意钱的话呢，美国应该也是有专门补习雅思或托福的语言学校，只不过会比较贵一点啦，而且你还要算上什么生活费之类的。好，那今天的影片就说到这里。大家现在应该都知道申请社区大学需要准备些什么了吧？那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话呢，都欢迎在留言栏里面留言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或是觉得有帮助的话呢，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忘记去帮我订阅一下，然后要打开小铃铛哦。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